何仙姑。要袂生啦，要我急的，要我着急的啦。我紧的，叫你讲小点声话。好啦。我比阮家大，一等水都生产出来了。我没，哎。对啦。哎呦，这边没生我急的啦，打你先，干哪你快别动。对啦，小弟等一下。内底咱无声无音嘛，这边袂讲是要我着急的，干啥？怎么我那这里才上班啊？这嘛，我有音声呢。奇怪，是安怎声哈？我嘛唔知啊。我先来跟我老爷讲啊。老爷，紧来啦，有你个声啊！小心嘞！到底你就是生查某还是查某的？我来看卖者。老爷，是1千金呢。是查某的？是啊。嘛是好，真好。不是啊，你要紧啊无？你有闻到一个香味无？有啊，我拄才伫外面的时阵哦，就闻一阵清香的花的味啦。我做的梦是真啊，伊才是坐伫莲花顶的仙女嘞。老爷，咱来好好抚养伊。老爷，是不是爱甲好一个命？应该，哎呦，哎呀！来，哎呀，阿爸看者啊！哦，乖，哎，你来看卖啦！哎呦，你那个果子干呢？摘一个落土了，我是花的旁边，无怎伫你甲好做花光啊？有人啊，你来看安怎？好无？哈？花光，老爷，什么代志这样讲啦？哈？我无是啊，是查甫的啦。那安尼恭喜你！多谢，我想要甲我换呢，
结婚这多年啊，都无生，今年才甲生查甫，真是我天公伯你收拾我。老爷，我是讲麻烦你一下，你甲阮囝号一个名好无？哦，甲恁囝号名，这应该爱哦。甲你号做什么名？啊，无安尼先啦，规家号做建南，好无？建南，哈咯，我姓何，何建南。哎，这好听，这好听。你会救因天公练是？要走。要走！哼，小熊生主拢已经生出来，你要爱我等到当时才敢去收伊的冤情，哈？这是袂用的条件，你爱知影，咱要对付的，唔只是萧湘先主，还有卢洞宾、李隆神、太白金枝甲祝贤娘娘伊遮人。你无当我救因天公练功，我实在无法度同伊啊。去行。你哪甲我带去弄手啊啦？你哪甲我弄手啊啦？你哪甲我弄手啊？紧走啦！紧走啦！紧走啦！哎呀！哎呦呀！哎呦！你哪？讨厌！哎，进来！进来！进来！进来啦！进起来啦！进来啦！进起来啦！你看你的这个大的这个面的，这高水的哦。大力啦！建南，来生水啊！建南，建南，你是安怎啦？无啦，那安怎？建南，你是安怎啦？你是毋是要去我？我去你要创啥？啊若无，你哪会面嘟嘟咧？我华哥，咱以后可能袂当定来搁做伙佚佗啊。是安怎？
因为阮阿爹讲你是小姐，阮是恁厝的长工，长工后生，两个小姐定来斗阵佚佗，安尼唔好啦。有啥物唔好？咱自细汉就斗阵大汉，敢若兄妹仔同款啊，啥也袂用斗阵佚佗。只要佮讲我就歹插你啊。也毋过，好啊，我歹听啦。好啦好啦，大哥，我以后拢莫阁讲这啊啦。你真是要佮讲啊吼？我去拿你茶叶。好。才知是一段错缘。将来相依难忘。咱紧来走，咱紧来走啦！紧来走。竟然搁走啊！我走袂去，我足喘的。奇怪，咱虽然那个红头毛怪物。是啊，自细汉伫这大汉，也捌听人讲，嘛捌看过啊。我想哦，迄一定是妖怪啦。我想一定是妖怪。的哦。你哪会遐尔量袂转来？我早就甲你讲过，你头顶的6支镜头是太白金市，甲吕洞宾用天宫大法替伊捕下的6道符咒，会用帮助伊度过难处的结束。你当然嘛无法度伤害伊。哼，
还是我救因现讲还未练成？要若无，我则袂去举伊这天公大法。好啊，那安尼你就慢慢啊练，也毋过好。你安怎是？小上真主早晚是我捌中之物，不过我即马是要先对付，天要车转世何建南。哦，呀，你有啥物办法是？哎呀，厉害！贵哦，也是你较厉害，你甲胡花哥一模一样啊！华哥，我无你入去啊，我先回。华哥，阿爹，我问你，你甲建南两个人相娶，伊搁去倒位啊？阿爹，我去烤青草啊。哦，去烤药啊？嗯。那安尼药啊咧？对啦，阿爹，我这要甲你讲，阮拄到一个吼足恐怖的妖怪呢。哦，伫山顶撞到妖怪哦。嗯哟，啊你若无去遮尔？好佳在有一个金人，伊甲阮救的啊。乱讲的，乱讲的。哎，阿爹，我无甲你骗啦，确实是我有看到，迄个妖怪吼生个足恐怖的呢，伊的面啊，佮喙鬚，佮规身人吼拢红气气呢。哎呀，好啊啦，好啊啦，莫多乱解咯。我讲的是真实的啦，而且迄个妖怪出现时阵吼，佮安尼风足大足大，足恐怖的哦。好啊，莫搁多解啊啦。等恁爸食到迄个做50-60岁啊啦，敢若去迄个山顶面哦，毋知去几百摆啊，阮都也毋捌去撞到什物咧妖怪，什物咧迄个做红毛的晓，哎哟，连迄个地毛我都足罕你撞到了，啊，还有迄个金人，哦，啊，既然啊，还有迄个金人哦，恁爸随时甲摸倒厝内面哦，一世人我拢免讨啖有通好食啦。阿爹，人讲的是真实的，是我亲目睭看到的啊。好啊，华哥。毋是阿爹爱讲你啦，本来你是一个真乖巧的查某囡仔，你也安尼是最近是安怎学一个会甲我一支长一支短，搁爱讲白贼话，是毋是建南家己啊？毋是啦，阿爹，毋是啦。好啦好啦，你有那二少岁啊，18-9岁啊，阿爹主也互你读遐尼济去啊，应该这个男女授受不亲的代志，你应该爱知才对。对这个时阵开始，你就是毋通甲见人安尼带出带入，厝边头尾的人会加讲话，知无？阿爹，咱甲建南自细汉斗阵大汉的，敢若兄妹仔共款，哪有啥物好人讲的吼？我若讲不准你甲伊斗阵出入，就是不准出入，知无？怪人到底是啥物怪物？你是毋是要对华哥安怎？华哥，伊敢真是仙女下凡？遐若无，迄仙金人哪会对个头毛变出来？想过去，想早前，才知是一段错缘。下情来相依难忘。华哥，你啥时阵入来？建南，你是伫想啥啦？连我以为你都毋知影。无啦，我是伫咧想迄个红毛的怪人，还是仙金人啦。金人、红毛怪人，莫想遐尼济啦。那我今仔日吼有足侪话要甲你讲的呢。什么代志？咱坐落来，咱慢慢来讲吼。是安怎啦？华
哥，你的手哪遮尔冷？啊，我的手哦，今仔日吼外面有较凉啊，所以我的手较冰。不要紧啦，我想黏伊就好啊啦。来，这里讲。建南，你是咧惊啥啦？哥，你到底是要讲啥？条读书有一书生，毋知你是毋是有读过？困君莫识金如意，困君识处少年时。花开堪折直须折，莫待无花堪折枝。我相信这首诗你一定有读过哈。这什么意思？我什么意思？敢讲你拢毋知影？君有情，妾有意。敢讲你拢未了解我的心是不是？竟然。阿哥，我一直会讲，你是一个知书达理、贤惠端庄的查某囡仔，你免当讲出款话啦。毕竟是天笔青篆书，甲一般的人无共款。哼，我都毋相信，你袂中着我的美人计。原来是吕贵王想要甲天笔清棍。天笔清，互你想袂到，今仔日我就要去收你的金盆，至少也会当增加我500年的道行。哈哈哈哈哈！吕贵王，你若敢想要杀害下凡的天笔清棍，你唔惊天甲你接管？你是安怎一直要跟我作对？哈？想过去，想早前，才知是一段错缘。下情来相依难忘。大亮，你代志真拄好，去甲我斗相共收拾这个臭豆腐。李当兵，你的龙泉宝剑无伫你的手里，今仔日就是你的死期。李当兵啊，是发生啥物代志哦？这两个一个是妖，一个是鬼。大家，你骹手会猫无？当然嘛是会猫。迄红毛互我。你忍住。素材演技，既然是妖异鬼，为什么无爱同消灭？敢讲要留在世上害人？
这是因果循环，咱免逆天行事。好啦，这款小代志，你若无爱讲，我也无爱问啦。哎，对啦，唐斌啊，如果喏伫昆仑之时中办下了酒宴，我看咱到底来去啉一杯啊咧。领导恐惊无法度。啊是安怎？大凯，哪会搁等下假啊？敢讲你无听过天闢神君甲萧山天子下凡历劫之事？啊，啥日子你唔过，偏偏要自找烦恼，因下凡历劫，安那你想要搁做因的保镖啊哟？无法度。万一若出啥物差错，我伫局地面头前，无法度通交代。好啦好啦，哈，你也是去做你的保镖啦，我要赶来去赴宴啊。我本来就是这款的，想那伊若变做安尼？多人心，海底针，以后莫插伊。主啊，互你读遐济去啊！你应该爱知影讲男女授受不亲的代志。对这个时阵开始，不准你甲见男搁再来往，知无？华哥，你是咧想啥物？无啦，你坐。华哥，你也坐啊。安尼有话要问你。你有啥物话要问我？我一个乖查某囝，你的年岁嘛袂少啊，应当嘛爱找一下对象。安尼啊，你莫讲遐尼济啦。不管什么人，我就是袂记。华哥，安尼也知影讲，你甲建南是自细汉斗阵大汉，即马又搁安尼共出共入，安尼也想要问你一句话，你是毋是真介意建南？安尼啊，你莫后白好无？若讲到建南这个囡仔，我嘛是真介意。这个囡仔确实有影生做真乖巧，搁友好，搁老实。若讲恁两个哦，安尼相配起来实在足适合的。也毋过可惜伊的家世无好，这门当袂当户对，恁阿爹是绝对袂答应。可怜哦，错到要死啊，唔紧讲伊呆呆。这个好啦，这个门呢？喂，接，行到边啊！你无看晓啦？啊，当头被你围几阵人是咧看是看？哎呦，北京政府，生到影片，看嘛你北京政府，安尼你套路，啊你要卖偌济？但你听听就是，只有20领分就够。 20领尔，笑死人唔知，小可代志，大爷帮无，有诶是囡仔，哈，头也叫我看卖咧，哈，歹势哦，哎呀，无要紧啦，大爷要买人，啊当然是爱共看货色安怎，来啦，我看者。 你是安尼古水是古水啦，毋过一直哭嘛安尼哦，歹看，笑者，大家看者，来啦，哎，我看嘛。你怎样这么过分啊？这
个姑娘袂信丈夫，已经有够可怜啊！你搁安尼，你共欺负？嘿，真奇怪呢。本大代志你也敢管，无你是活了呢嘿。你切做比较高嘴，啊！你若要袂信，大爷我出一百呢，好无？啊？等呢，小囝你啊，啊！你的意思是要管婴仔事就对安尼吼。光头皮子，你也搞你这喜人良家妇女，敢讲你唔惊王法信？操！王法咯！你甲本大爷讲王法，我跟你讲啦，我讲的就是王法啦。啊，无你即摆是要安怎？安那？你个潘？嗯？哎呦我去！快快快！你是讲你有几啊臭钱，就当踮遮欺负人去？大爷无啦，无啦，我后摆唔敢，后摆唔敢。大爷了命，大爷。好，这届我饶下你，后届你若是给我拄着，我就放你煞。多谢大爷，不能他起来啦。哎呀，大爷我来等。等咧。啊？白等，爱白了。我白啦，加白啦。奇怪，到底是安怎？对，这是个原因，我们那边办的事。多谢你，从今日我都是你的人啊！我不是要买你的人，我是要帮助你解决你的问题。多谢你，多谢你，多谢，多谢，小姐，小姐。想袂起，想早前，才知是一段错缘。下情来相依难忘。请问这个楼顶，你是要来拆药啊？无唔对，贫道想要拆几味药啊，唔知贵宝号的药材有这个传。哦，若讲阮这间店哦，用我是百万年啦，有3000多味的药材，800种这负担，应无尽。那安尼上好，你每一项甲贫道拆一条。好好好好。安怎？是毋是药材收贵？你惊贫道付袂出银两？这道顶真歹势，本店无这味药材啊。拄啊，你在咧夸口，讲恁店内药材应有尽有，即摆才咪无药啊？阿伯，是发生什么代志？这位道长要来咱店内去拆药啊，但是咱店内都无这药味咧。道长，伫正声馆，阮的药铺算是上大间的，假使伫阮的药铺若找无药味，恐惊去别间嘛真歹找不着。那姑娘安尼讲上好，无一定我要拆药啊，姑娘你找得出。请问道长，你要听的是什么药啊？药单伫遮啦，你看。一爱加护散，二爱顺气汤，三爱消毒丸，四爱化气丹。道长，你所要听这四味药啊，是真平常的药材啊。哦，那安尼就请姑娘你拆药。不过爱先问道长，你是自细汉出家，还是中年出家？这讲有啥物看？道长，
假使你自细汉就出家，对这四味药啊，当然唔知要安怎来服用。贫道是中年以后才出家，父祖子孝，家和善，兄友弟恭，顺气汤，有利和睦，消毒丸，家有贤妻，化气丹。姑娘确实聪明过人，通情达理。多谢道长爷夸奖。姑娘会当找出这四味药来，可见甲贫道有缘。贫道这有一本书，姑娘你可能有用处，请你收下。多谢道长。顺阳不如。我动动几界子，竟然一摆搁一摆失败，连前被拍落凡间的小小身躯，甲神路我都袂当对付。我实在愈想愈唔甘愿。我这土地山神，拢爱挑我的裁剪。今仔日我落到这个地步，我会感觉真见笑。那安尼，你是想要安怎？是要乖乖找一个山洞住，也是要想一个办法敢拼一下？哼，我大量，也毋是啥物好欺负的人物，我当然要像安尼放伊干烧。我想到一个办法，我用暗来去何必放毒，把伊关来人拢记着瘟疫，时到快点安处理。伊包括着天地万物，日夜神圣，而且还佫有九宫八卦，实在是千变万化。哎，你等下快进来哦，快进来，那大夫念你出来哦。哎呦，小进来了，小进来了，你大家小进来哈。没有那个事情，谢谢啊。好，谢大人。哎，老爷，老爷，老爷，好紧的呀，老爷，反正开间的啦，你看卖。你在哪里去无地标？你是咧搞收文者啊？反正开间的啦，我人嘛善得咧是咧艰苦啦。啊，你人也咧艰苦？啊？我做大夫袂你艰苦哩，是不是？啊？唉，叫你哦，看什么人偷班的，叫来叫来。哦，咱偷班的，进来进来进来。去。姑娘，姑娘，老爷，你是安怎？老爷，老爷，你是安怎？老爷，好食药啊！阿弟，你有较好无？这是第二天，我相信你食咧会真紧就好啊。啊，我是好作者啊，像我感觉奇怪咧，这瘟疫哦是真歹治疗，你是开什么药物出来？这是一片秘方。啊，地方？是一个道士，伊送我一本册，足拄啊好，这本册内底就是有伫这瘟疫秘方啊。呀，你讲起来，迄个道士唔就敢一个活神仙咯？我嘛是安尼想啊。小姐，老爷，夫人。阿伯，有啥物代志？这位姑娘吼，要找小姐啦，我请伊去你的房间啦。这个姑娘。王小姐，靠近小姐。欢迎见，唔知影呢？原来是
是你哦，你若爹的后孙，我办好势。老板，多谢小姐。既然办好势，你若无紧转去，还阁留伫一只咧。敢讲你无阮娘转去是？无喏，是阮兜南要千里之外，我唯一的亲人，就是阮阿爹。这全拢是小姐你甲我斗相共，你这点恩情，我一世人拢无法度放袂记。小姐，我求你收留我，互我机会通啊报答你好。你讲，从即马开始，你得留落来。啊，不过不准你叫我小姐哦。无喏，你出银两替我买心，我嘛总阮阿爹。你本来就是我的主人，我叫你小姐是应该啊。好啊，你若要叫我小姐，我就袂留你啊。你也毋过我。好啦，小丁，莫讲遐尔济啊。以后你叫我阿姐就好啊。我，阿姐。你是讲你毋知是偌济钱呢？一线钱长呢。多谢小姐，多谢小姐。小姐，我嘛是善良人啦。哎呦，500万的哦！你伫当时变甲善良人啊？哎呦，在我所知哦，你的产量哦，几百家。哎，小姐，啊500万。啊，我两盒药啊，你要出偌钱先互我买？随在你开啊。一盒100两，两盒拢总是200两。啥货啊？啊，你对来甲因看病，一仙钱拢无甲摕呢？啊，做梦你还甲我收200两哦？要听唔听？有两两。哦，200两。哇！呀，去到，我先来。你坐，你先来啊。你先先。腹肚疼。哦。甲看者看者。你敢是要甲我小心会大爷？阿姐啊，这位大爷捌讲过呢，伊讲吼，因兜啥拢无啦，牛娘上介济啦。阮娘比人较济，嘛是共款来破病，这是真公平的代志。这位大爷，你准备要出偌济阮娘来拆出2盒药啊？哦，啊，头拄爱着偌济啊？拄则伊是出200两。 200两哦，安尼我甲伊共款。无共款。啊？那你2贴拢总是爱400两。400两？我倒听。哦，你摕400两，你要甲我讲了哈？我无甲你讲。而且这个钱毋是我所要挃的，我要摕这个钱来去救这的善良人，互大家拢有饭好食。是400两哦。算起来嘛是替真正有钱人来做公平。哦。做公平呢？400两，400两啦。什么？所有得着瘟疫的人拢医好啊？咱所有的计划，竟然拢被因破解。 愈想愈唔甘款。我有一个办法。你搁有啥办爱你的心无变，你煞一起那婚宴，等你一粒心受尽后。 孤单，啥人来可怜？